时就听到托婴中心咧出状况，互家长是真担心。尽管儿童基金会伫咧6都勘察42间的托婴中心，发现有高达4成无阳台、露台等等的避难空间，有的只有单一的一个出口，而且道行路真矮，若是发生意外，恐惊走袂赴。基金会呼吁政府应该要更加重视托婴中心的消防安全。火烧啊，老师真熟练，带囡仔跟导生反应冷静，动作迅速，规个演练拢真逼真。但是若真正拄到大火，敢真正有法度这么顺利呢？尽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是伫勘察6都42间托婴中心，发现使用23楼，做中心的是占57%，当中有3大危险，无阳台、露台这避难空间，这当对童仔导生有40%。托婴中心当中只有单一出口占42.9%，有的导生楼真矮，只会当互一个大人通过。老师带5个囡仔，若是真正发生火灾，恐惊袂赴走。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宝宝，所以这一块我非常注意。不管是现代的公托或者是私托，甚至保姆，我觉得这个消防这一块都要非常注意。家长看了相片真担心，虽然这托婴中心无违反，不过要有小朋友更加安全，防灾设备愈重要。师生、家长还有这边的托育中心的老师啊，都要明确知道逃生路线。然后还有那些设备标志，然后还有一些紧急照明灯之类，最好是每半年就可以，就是进行一次消防的避难逃生演练。基金会嘛希望政府当更加重视消防安全，让托婴更加安心，避免发生危害。